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沪指走势还是不错的，又是金融消费者眉飞色舞的一天。今天沪指是放量上涨，沪指收盘涨了 1.13%， 深成指是 1.36%， 创业板 1.42%，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 1.79万亿，比上周五又多了一点。这两天的量看上去比这个以前1.4万亿那是明显多了不少。4600只股票上涨，200多家股票涨停，或者是涨了超 10%。什么原因导致了上涨？恐怕跟小作文有关，具体的小作文内容恐怕晚上或者明天就知道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胡适这个上涨有那么一丝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是胡适要把这个玄学坚持到底。现在炒股已经不是什么价值投资，什么耐心资本，那些统统的靠边站，把玄学坚持到底。什么东南西北中发白，这个刚过去现在流行炒蛇年，炒蛇的概念。据说就是因为2025年农历的蛇年，所以跟蛇有关的股票纷纷暴涨。比如说招商蛇口，好歹它带个蛇字，你依稀能看到一些这个关联吧，它有蛇然后一个叫川发龙蟒，那也是蛇吗？川发龙蟒，你说这两个涨，你说是因为蛇年讨个什么头彩，勉勉强强说得过去。那有的就非常牵强了，你比如说什么时风文化、葫芦娃的什么童话故事、博士眼镜生产蛇相关的药品，这些只要你是上市公司跟葫芦娃产品有关的，跟什么博士眼镜这些也涨，这也就算了现在居然炒什么呢？炒上市公司董事长他的生肖，这个上市公司董事长他生肖属蛇的，结果就暴涨。比如说七匹狼、海南发展、供销大吉、美邦服饰、赛利斯、海南瑞泽这些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属蛇，所以这个胡适居然刮起了玄学炒股风，东南西北发白，生肖龙丸又凤舞如果不过瘾，对吧？再添蛇蟒，再不过瘾就炒1、2、3、4、5、6、7、8、9、10百千万，然后炒那个股票代码里面吉祥号什么6688。11月份呢还炒过东升西漏，就东升西降概念，东方系概念。所以你不懂中国文化，你是炒不好胡适的。怪不得那么多外资机构在胡适交了学费落荒而逃大呼看不懂11月24号这个李顺雷在公众号上面发表了对资本市场共识的思考，股市上涨能否促消费。他这篇文章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文章里李顺雷认为希望通过股市上涨来普遍增加投资大众的财产性收入是不现实的，股市走强并不能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和促消费的重任。很明显我们认为这个李顺雷说的非常有道理，借道股市走牛促消费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不切实际。但是他这个舆论就遭到了很多金融消费者的炮轰觉得李顺雷是在唱反调，是在跟有关部门对着干。11月27号李顺雷在他的朋友圈里面这个大家对这文章的热议他又做出了一个解释，他进一步阐述他说发现太多的个人投资者看不懂我这篇文章表达的意思。那太对了，如果个人投资者都看懂了李顺雷这篇文章，那他不就不去炒股了吗？不就不会成为金融消费者吗？现在的这些金融消费者他就是看得懂这个文章，他也装作看不懂人家也解套。这个李顺雷说股票在中国居民家庭含农村资产配置占比平均只有 2% 左右，即便是牛市其所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很低，更何况 A 股如上世纪的美股一样正在经历去散户化过程。李顺雷说2015年个人交易额占比 90%， 如今降至 60%。 每一次牛熊交替都是大部分个人投资者的财富负增长，并转移到少数投资高手口袋的过程，而消费的主体又是中低收入阶层，故统计数据显示，股市波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金融消费者看不懂李顺雷的文章，不支持李顺雷的观点，能理解但是有很多专家也在指责批判李顺雷的观点，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李顺雷这个观点不是李顺雷一个人持这种观点，就是股市的上涨和这个消费关系不大。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希勒他也有这样的观点，就是希勒研究了14个发达国家的股市和楼市，说无论从季度还是年度数据看，股市涨跌对总消费没有影响，但房价涨跌对总消费有明显影响。这个希勒
他带领的这个研究小组对1982到1999年美国的股市大牛市进行研究啊，发现仍然没有财富效应，股市并不能拉动总消费增长，这个是人家诺贝尔奖得主研究的结论。所以说啊，那些说让股市涨起来，股民赚了点钱就能去消费的，这个纯粹的是叫想当然。咱们这个胡适啊，只会让这个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少数人钱啊更加集中，多数人钱越来越少。不要以为像胡锡进那样的散户是常态，胡锡进这样的散户啊，在胡适那都是极少数，对吧？分分钟能掏出70万，而且不停的可以加仓。我们再看啊，最近啊，这个东方港湾的董事长但斌跟这个任泽平啊，居然世纪大和解，在这个吴晓波的这个斡旋之下啊，这两位居然和解了。国庆节期间啊，任泽平说啊，节后是开盘即收盘，然后又说这个什么倒车牛，对吧？各种牛，希望散户啊抓住机会。结果这个但斌啊就说啊，应该多提示风险，这样的疯牛啊不可持续，最终啊还是散户买单。结果两个人怼上了啊。那么任泽平老师啊就祭出了杀手锏，指责但斌啊唱空中国经济，唱空胡适，不够爱国。任泽平老师一度啊滑向了这个叫金融圈的夹头，不过后来啊两位都被禁言，任泽平好像禁了15天，但斌禁言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解禁。这个任泽平啊他已经这个反省了，我记得咱也介绍了啊，怎么说呢？但斌任泽平这个和解啊，有人说是搞流量，我觉得倒不至于，他们能和解也说明了他们从根本上说啊还是属于有良知的人。哎，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没有人不犯错误，没有人不犯糊涂啊，这很正常啊，没有那种啊完美无瑕的人。贵在什么呢？人贵在能够反省，对吧？能够经常反思。在这个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调解下啊，这个但斌和任泽平达成和解。但斌表示啊，君子之争，求同存异。任泽平说啊，是的，也这意味着两位资本市场这个风云人物啊，就此放下这个恩怨呢，一笑泯恩仇。不管怎么说啊，这两位基本上算得上是市场派的。任泽平啊毕竟还单挑过夹头啊，跟夹头结下梁子。但是任泽平老师啊，对吧，在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差一点啊，自己变成了夹头，金融圈的夹头，索性是悬崖勒马。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但斌任泽平和解啊，应该是市场的胜利，应该是人性的胜利，良知的胜利啊，就是他们还有良知啊。有网友说啊，那你胡适涨对这个消费没有什么帮助，那为什么死乞白赖的要什么3金联保卫战要救市呢？答案呢马上就揭晓。这个新浪证券报道啊，11月IPO 上会节奏提升。11月 A 股市场11家 IPO 公司成功过会，创今年2月以来新高，其中6家目标北交所上市。同月4家公司获 IPO 受理，西安易财成为科8条后首家获科创板受理未盈利企业，没有盈利啊，跟着科8条它就上市了。此外26家公司11月向港交所递表，创年内新高。看看 IPO 开闸放水，而且还创新高啊，急不可耐啊，这叫跑步进场。这回知道为什么要把胡适稳在3300点了吧？稳在这儿好 IPO 上市啊，好为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啊，想让它循环起来啊。我在上一期节目说过了啊，如果你真的认为村里面上面说搞胡适是为了让你多赚点钱，让你去买东西刺激消费，那个想简单了，本质上他是要把胡适稳在3300，好去发新股，好去 IPO。这个 IPO 一提速，一级市场就盘活了，堵点被打通了。只有你要把它当牛市看，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再说一个上市公司啊，这奇葩。新浪财经报道，叫每日经济新闻呢报道啊，说这个上市公司借钱来填炒股的坑，上市公司用募集资金炒股，无法归还募集资金，最后上市公司向第三人临时借钱3000万元来填流动资金。这家上市公司是哪家上市公司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花股份。说起来这个金花股份呢，我还跟他们的老板啊有过一面之缘呢。11月29日晚间，金花股份公告披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司董事长邢亚江、总经理兼代财务总监韩卓军、董事会秘书声明对上述违规事项负有责任。陕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另改正措施，并对公司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措施决定。这个董事长邢亚江很有意思，这里就不多说了
了啊，我只是说这个金花股份呢，居然把募集了资金啊，募集的资金是有指定用途的，就是你募集资金要干什么？比如说我要投一个项目，这个一旦批准了，那你募集了钱，就是金融消费者把这钱给你了，那你只能干这个项目。结果他把这个钱居然挪用去炒股，一下赔了，被套，钱回不来，这是挪用募集资金啊！不是说上市公司不能炒股啊，你上市公司你自有资金，对吧？你富裕，你可以去炒股，上市公司理财可以的，你只要通过股东大会，对吧？你这个相关程序啊走完了，但是募集的钱是不能动的，募集的钱如果改变用途，那这个程序更复杂。结果你看，人家直接去把这钱拿去炒股，回不来。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上市公司啊都不叫事，只是钱回不来，所以说啊被查出来了。但是查出来也只是罚酒三杯啊，这就是为什么胡适啊这些上市公司敢顶风作案主要原因。还有网友说啊，有一些股票啊上市以来连年亏损，对吧？这个营业额跟它的市值相比啊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股票为什么遭到爆炒？而且很多基金啊抱团在里面，股价高高在上。你比如说这个寒武纪啊，3年亏30亿，股价却暴涨。很多人就说了，那好多基金啊机构抱团在里面，它怎么出来呢？你别着急，自然有人去接应他们。最近啊，上交所对上证50、科创50、沪深300等多只重要指数进行调整。在上证50调整个股中，片仔癀上汽集团、兆易创新被调出，寒武纪、洛阳钼业被调入。由于寒武纪啊年年亏损，结果它被调进这个上证50指数，也就是上证50指数以这个寒武纪为这个样本呢，结果这个遭到市场一顿狂喷呢。这个寒武纪连年亏损，而且营收也不涨，非常小，但是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也就是炒概念，市值高达2300多亿。为什么把它调进上证50指数呢？因为你只要进了上证50指数，那很多指数基金啊，现在指数基金不是越发越火吗？这个指数基金它就必须要配置上证50的这个样本股啊，你这是被动的，你必须要配置。那也就是说，很多指数基金就得去被迫去买寒武纪的股票。那正好寒武纪那些抱团的那些机构基金，它就不缺接盘的人，你这个所有的指数基金，你必须要买多少，配置多少寒武纪股票。你看看，自然有人来接应啊。你说这个胡适，对吧？这不就是公开作弊吗？所以说啊，以后这些指数型基金也不靠谱了，小心这个割起韭菜来啊，那是无处可藏啊，防不胜防啊。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喜欢买指数型基金，难免也要挨一刀啊，被迫高位去接盘寒武纪，是被动的啊，间接的去接盘。这胡锡进老师啊，今天啊发了个微博，支持吴柳芳账号恢复正常。胡锡进说啊，希望这波讨论将有助于社会观念更加开放和宽容，法律范围内个人权利更受舆论尊重，只要不危害社会，不违反法律，个人选择就不会遭到干涉。说近日一些人专挑女役运动员说事，指控他们擦边，这很不应该。退役运动员转型很不容易，请那些人不要为难他们了。这个胡锡进老师啊，看到这个风向在变啊，胡锡进老师自己啊也与时俱进变过来了。胡锡进老师关于吴柳芳这个事情啊，他发了好几个评论，咱们也介绍过。他刚开始啊，他心里面还是认为吴柳芳有问题的，擦边啊，只是舆论呢对这个吴柳芳苛责了，希望舆论对吴柳芳要更加宽容。这种表态啊，实际上就是先入为主啊，就认为吴柳芳还是有不对的结果这个事情在网上啊一下翻车了。本来那些网络正能量，对吧？那些所谓的打着爱国主义的，矛头指向吴柳芳，认为他侮辱了国家，侮辱了什么体操队，事情不就这么起来了吗？结果啊，遭到网友反噬，这一点啊还值得欣慰。怎么值得欣慰呢？也就是现在的网友啊，越来越觉得那些夹头那些所谓的正能量越来越过分。这个吴柳芳虽然是运动员，曾经的运动员，但是啊，他早就谋职业，自谋出路，在底层啊苦苦挣扎，当过老师，被欠薪，对吧？以前做过主播，没有流量，身高只有1.4米啊，他能干什么呢？人家在网上直播跳个舞，居然去拿起这个道德的大棒指责他，所以这个啊，让这个更多的网友啊反感，何不是肉糜啊？据说啊，那个首先批评吴柳芳的那个叫什么管晨晨啊，现在社交媒体下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看了，骂声一片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底层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活得越来越累，就这样还有人拿着道德的大棒来挥他们，激起众怒啊！所以这一次啊，是那些道德表，那些所谓的正能量，那些所谓的小粉小红集体翻车的一次。平台啊恢复了吴柳芳的账号，算是拨乱反正。
正，对吧？人家违规了你就封号，人家没违规那就不应该限制人家，没有什么擦边不擦边的啊。如果这个叫擦边，对吧？这样苛责，那咱们很快啊就要滑到伊朗那个样子，或者阿富汗。当然了，胡锡进老师看到了这个舆论呢，已经180度大反转，哎，现在也不要求说网民宽容吴柳芳了，人家也没犯错误，谈什么宽容呢？所以我说胡锡进老师他可妈内心是煎熬的、矛盾的，他内心深处底色啊，跟那些爱国正能量是一样的，跟那些小粉小红啊一样，但是他又有那么一点啊，叫残存的这个良知啊，所以这种两股势力啊，在他们脑海里面交织斗争啊，容易加重病情呢。今天啊，我去关注了一下张维为老师，他的节目，我发现啊，有很多网友留言，希望张维为老师啊，可以结合当下卢布汇率，讲一讲美元是如何被废的，然后教一教他们，就是维为老师的那些信徒啊，维为粉或者加头粉，教教他们怎么弥补卢布被废带来的损失。因为就在今年6月份呢，维为老师做节目的时候还说啊，美国害怕了，美国要把卢布变成废纸，俄罗斯一招先废了美元。这是维为老师做的节目啊，现在半年刚过去，到底谁废了谁呢？这卢布跳水啊，崩盘。请维维老师啊，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一讲。加德老师不是说俄罗斯是越打越有钱吗？越打越富裕。这维维老师说这个卢布啊是越来越坚挺，美国的惨了啊，普京一招就把美元给废了。你尽是这种反制宣传，怎么好得了？为什么这些人说的都结果与他们都是截然相反的？就是反制。实际上啊，维维老师夹头啊，他们都是戈佩尔的信徒啊，他们认为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但是啊，谎言就是谎言，真理就是真理，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戳破啊！你重复1000遍、10000遍，能蒙蔽一时，不能蒙蔽一世啊！这半年就戳破了，所以有很多网友现在坐等啊，维维老师娓娓道来，看看卢布啊是怎么打垮美元的。我也很期待看看维维老师啊是怎么把这个圆上的。你最起码要自圆其说啊，因为加藤老师他把一切啊，最终都是说这是美帝啊使坏，这美帝专门针对加藤老师，所有的加藤老师负面新闻都是美帝在后面推手推波助澜，所以我们期待维维老师啊怎么样把这个谎给圆过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